嗱，其實咧呢個天后寶誕咧係一個水陸居民一個慶典嚟嘅，係源自於福建。一般嘅舊嘅大氣棚咧，全部用竹枝去做咧，有啲結構上咧會有遮擋嘅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哋成個團隊咧採用咗而家最新式一個棚，個承受力有120噸，全長45米，下邊用鋼架做，上邊係用竹枝去搭。嘅外形咧，同一般嘅天后嗰個大氣棚係差唔多，不過結構上咧，我哋優化咗。今次個座位設計咧，我哋係斜度嘅上去，嗰個遮擋咧就唔會有，每個人咧入嚟睇戲咧都直接可以欣賞到成個舞台裏邊嘅設計。潮年沙能喺香港都同香港好有淵源嘅。去到而家超過40幾年咧，咁我哋就決定將條沙龍再帶翻落嚟香港。今係40年，我哋係今次係第一次咧，我條沙龍係重歸香港。點解叫沙龍咧？同一般嘅金龍啊、其他龍咧係唔同嘅。沙龍咧白天舞又得，最靚嘅仲係呢個晚黑舞。舞嘅時候咧係點上每一節。係點上個蠟燭，即係由嗰個燭光喺度咧，係會產生嗰個動感嘅。咁所以最大嘅分別就係其實沙龍屬於一個表演嘅性質，係每一個花式都有佢自己嘅含義。係全手工，係由我哋村民自發性嘅組織去製作。我哋係用竹篾、紗布組成膠水咁我哋係全手工去製作嘅。難度呢就係一個定型啦、材料嘅選材啦，同埋嘅人手啦。因為依家呢人呢，我哋即係要逐步要承傳落去。因為我哋15年嘅時候已經係歸為嚟㗎啦，咁你承傳呢已經係要揾人。